那么现在到了北英美艺术杭州话这个辰光，今朝我们就来说说华台经。华台经了杭州人这个话语高头用上毛老个道理了，它可以比方一样东西，也可以比方一个好的点子，也可以比方一种本事、一种技能，都好说华台的。哦哟，过了过华台经是毛老老个腿嘞，哎，一个人呢，觉得华台经家腿，一个比了好了，一个比了坏的嘞。好过头你说到这个里头小，华台经毛老老多嘞，哎，它就是运用里头个内容的嘞。好像过了过毛老老有华台嘞，哎，它变成本事的嘞。所以这个华台经啦，它是用上毛老老的，好像这个位置数啦，到处好放上去的。这个卧灵儿推测呢啊，这话说起来又叫卧灵师推测，啥意思呢？就相当于魂飞魄散、灵魂出窍或者落人无主的意思。一般是吓人到怪，把人吓了一气，人惊吓的啪一气，只好一下子不晓得这个办的，叫卧灵儿推测。当然，我有第二种用法啊，这就比较发言的。比如说一盘青菜或者一盘小白菜相当新鲜，把上来之后，小雷来一道敲，跟你看这盘小白菜，我灵儿都还没推出来动来，说明啥些？说明它比较新鲜啊，到位的辰光没老多，这个就叫我灵儿还没推出。死气落落，简单说。就是一股水纹香，露露就好比是把这个水纹的气息包围的意思。水纹水浊气浓，就可以称作湿气落落。我们打个比方，不是湿气落落的人，比如说在广义路线的麦当娜那台高的蹦起蹦跶，肯定不叫湿气落落。张信哲唱歌儿啊，一副眼镜儿一戴。那秀气的，它就可以称作湿气落落。万日。说到这个万日啦，其实普通话里向也有这个万日的啊，但是普通话语里向呢，这个万日它是一个动词。比如说，怎么了？我犯着谁了？啥意思呢？就说我惹着谁了？我娘是哪个的？那么你到杭州话语里向这个万日呢，它是个形容词，啥个意思呢？就是说值得、划算的意思。那比如说。一个大妈花了2块钱买了5斤，刚刚上市个胡子儿，那么人家说的嘞，哎呦，你真当万日了啊？哦，这个是便宜的，万日。那么万日的反义词呢叫万不日，那么杭州人呢专门为的说叫8万日这个的说法。那比如说啊，一个大妈花了300块钱买了1袋米，那么人家个邻居隔壁就说的嘞，哦，这个某某大妈。你个苞米买了特贵的嘞，真当一点儿都8万日了。这还有一种说法，比如说呢，阿拉对我有个朋友要到冒远个地方去开个网游，那么网友说的嘞，你最好坐飞机过来。那么我晓得谁，我会同他说的嘞啊，你搿桩事体真当8大万日啊？为啥呢？万一碰着对方是个骗子啦，让你这个弄弄你。所以说，杭州话语这个万日啦是瞎说的意思。杭州话的这个辰光。今朝这话要来说干闹嘛，哎，我们先来说这个闹嘛。闹嘛啥个意思呢？就是说闹。干闹嘛呢，就去吹这个说闹。这个里头的话语说咸鱼呢嘛，哦，这个地方真当是大家都来哈干闹嘛。啊，那么有了嘛，哦哟，忙啊忙，使得你还要来干啥个闹嘛呢？照这个干闹嘛，这句话语它属于吴语的这个方言，杭州也属于吴语的这个地区，包括江苏、上海。说法都一样的，上海人讲起来，哦哟，干啥个闹忙呢？哎，苏州人南么哈在干啥个南忙不得了啊？那都是干闹热的这个意思。杭州话当中啊，长2个用法。第一个长，肚皮胀鼓鼓，指东西吃了太多的嘞，老酒过饱的嘞，水过得来太急的嘞，那这个可以用长的这个说法啊。这还有一个章呢，是跟心情有关系的。你如果说的是心情蛮好的话语，叫做心情舒畅，它不叫张烈。如果心情难过的嘞，总归不是个味道的嘞啊，那么
要用脏的啊。三姑是你个心里想啊，酸的、甜的、苦的、辣的，好像个味道蛮多了，膨胀开来的啊，搿就难互相的啊。搿比如说蛮好，要去看本电影，说的把他一起广告，这个呢蛮长相的。这有个人说的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，这里把头巾黑上的，他说的，搞得他嘴巴封牢不说的嘞，耶，这个会嘎脏的啦，那脏这个辰光就可以用的啊。这水水性到底啥意思？那我们可以跟另外几个性一道评论来看。比如说放心，叫你一颗心放了啊，不要担心事；宽心让你心放宽。那么水水心呢？心要是把水弄来个话语，它个目标就集中的嘞，心就变小的嘞。这就是你做事体要小心的，做事体要按了约定的这个轨道高头去走的，不要说的我彻天彻地个想着要去哦，哪里面有的打折的，这里面有的高高的，都不要想的啊！你该是来说新闻的，这个辰光你就应该来报道，好好叫说。你该是要做啥事体的，你就想着应该去啥事体做的嘞，不东想西想，一门心思对付预定好的原先的这个工作，这个就叫水水心。今朝我们要说的杭州话就是一个洋字，这个洋字啥个意思呢？就是用化，就是化疗的这个意思。比方说气温它个高水高头到了，跟旁边哒啦哒啦滴落来，这个叫洋疗，旁边洋疗的嘞。高温马路高头不有带来洋疗的嘞。这个冬儿带来洋疗的，这个都是化疗的意思。这还有一种呢，应用到心高头，还有的个姑娘儿啊，真的不来冷冰冰个小伙子来这个水情了，说把他个心带来洋疗的嘞。这个就是爱情的味道的。一股脑儿啥意思呢？就是全部的意思，公众的意思，承包了个意思。一股脑儿就是多来动的啊！我屋里向一股脑儿去3条裤子，所以说，所有的这个一股脑儿一脱骨子过了，咱们还不让他表达的这个公众的意思当中，背的他会有一种我所有东西全部拿个里的嘞，我。仅有的一点东西全部拿个里，还有12个意思来的啊！所以你日子好过的嘞，你就不可能说我屋里向一脱骨子就了3步7岁，3步小宝水我不给呀，所以说不可能这个他的用字的。所以语言是跟社会生活的这个发作了，它是同步的。这个杭州话，你可以说它是个成语，但是老杭州嘴巴高头也挂来动的。稍微年纪轻点儿个杭州人呢，问他你不要白白64啊，他一下子我听不灵清，啥意思啊？白白64，一百同年64分，他64个全部都是做好来动的。宋代的辰光，他做动年了，他有毛板的，这个板高头64个全部都弄好的，整不来的，接不来的，所以说他比喻一个人呢做事体啊，一根筋的。刻板的，就是这个他说啥戏就是啥戏的。那么这个白白64可以从2面来说，一方面他是不晓得这个套变通，第二方面也可以说他做事体顶板。人老这个道理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